不过咱嘛爱变个再反过来想哦，囡仔嘛会当对长辈有学习的时阵。我是我爸爸的后生啦吼，第二个后生。我当时嘛会看轻吼，我爸爸的意见。我一年转去3摆尔吼，我咧读册吼，一转去就互伊念嘛，念到要挡袂掉。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他的意见真的很不好，很没有用，然后跟不上时代，然后没有办法跟他对话。可是我也从这段经文里面有所学习，原来我所认为的好跟不好，其实是我自己的判断。我有可能从我父亲的那边的话语哦，伊写念的时阵，我有时候也会从里面得到益处，得到好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对于好跟坏的判断，其实不能是固定的，而是要从上帝他怎么样教导我们、陪伴我们去认识这个好跟坏的判断。最后经文讲到，耶稣伫这城内底大汉哦，拿撒勒城长大哦，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将成为拿撒勒人哦。这个拿撒勒 Nazarios 哦，这拿撒勒可以有些学者他去查考，他觉得说这个拿撒勒其实来自于这个以赛亚书11章1节这个 Neser， 就这读的音做相共哦，拿撒勒跟这个枝子的这个读音很像。那伫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内底，伊讲到这枝子吼，伊的情景，这个故事的情景是啥物货咧？就是讲一个树仔去互震互断，看起来已经无效啊，已经无性命。但是这个无性命、无效的树仔，却代表这犹太要个重新来挖出来。它只发出一个嫩芽，发出一个小小的枝子，但是这个枝子却要被上帝来使用，因为上帝的灵要时常的充满在他所在的环境，而且帮助他行出公义。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经文到最后，他说耶稣将称为拿撒勒人，就是一个很小那种很碎的东西，那种已经被斩断了，然后好像看起来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会认为是不好的东西，好像没有盼望可言。但是耶稣却被称为拿撒勒人，就是从那种小小的那种被人看不起、不被看重的地方，要重新活出来，而且展现上帝的公义，展现上帝的平安跟怜悯。所以今仔日的故事其实一直咧讲到，咱所看重的、所看轻的物件，无一定就是对上帝来讲，无一定就是好，无一定就是歹。咱爱重新伫上帝的话语内底，搁再思考好甲歹意思是啥物。咱嘛爱用这个态度去对咱所无介意的人，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我们都有认为好的、认为不好的人，我们非常讨厌，真是受不了的。我们也要重新的在上帝的教导里面，重新看他们所谓的好跟不好。我今仔讲到到遮，然后我要带师会做伙来祈祷。我会用台语加华语交错一起祈祷。那其实我也在想呈现的一个，我们可以听见彼此声音的一个情境。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祈祷。上述稳定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予阮伫你面前组织，来敬拜你，来学乐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阮今仔日所读故事内底，阮知影你是看顾人、重视人看顾人所弃绝的。因为你所造的每一样都甚好。虽然有一寡人、有一寡事对阮来讲，看起来好像无意义，但是我们也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学习，有所成长，就如同耶稣一样，
他生活在被看不起的地方，也就是曾压迫以色列人的埃及地，还有外邦人的加利利。但是你所差遣的儿子以马内利，他在那里生活。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愿意去听无法发出声音的事物。就亲像东方的博士，因注意到无法度发出声音的星。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愿意去看不被看重的小地方。也亲像耶稣伫小小伯利恒出世，却互东方的博士找到。也求你让我们有勇气走向那些痛苦哀嚎的人民。就亲像希律王所造成的死亡甲悲伤，伫遐有人需要去关心。愿你引导我们，陪伴我们，使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活出你的教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麦我们请这个基甸会来报告啊，这是陈家生长老，伊是第一教会长老，嘛是7星中会松年部的部长咱请因来报告。大家兄姐平安。多谢古田教会陈牧师甲迄个奖金会当互我代表201个国家的会员，买27万个人会员的基甸会来遮甲大家请安。其实基甸会徛哪会当有遮尔发达，咱长老教会帮助拄大的，谢谢。下头尾120年前，大家拢知影有2个女性成人，因去要住饭店，结果饭店无房间，摊剩一间房间2个。因2个拢有下暗时拢有读圣经的习惯，等遐熟悉。熟悉是讲，咱迄个2个女性成人，咱来成立一个合会，基督徒的女性成人。因为较早期120年前，在美国的时，因一边出去。拢住旅社，出去1个月，甚至大约半年，拢住旅社。因发现到，旅社因要看圣经都无方便的，所以因要成立一个女性成人合会。1年以后，1899年的时，因7月份成立，结果才3个人来尔，本来2个人加1个人，但是主赐予因。因也无失志，因也讲继续好，咱继续落。因迄阵是女性成人，所以因当开始的时是讲一间旅社放一本圣经。7、8年以后，愈来愈侪人加入，因感觉讲一个旅社放一本圣经无够，变一个房间，每一个房间要放圣经。大家知影，即个负担拄大，但是感谢主。到1年以后的是，1908年的是，因为美国有一个传道人的迄个大会，有请英国迄阵的基甸会执行长来甲报告基甸会事工。了的是有一个，也是咱长老教会的牧师讲，基甸会即种事工袂歹，会旅社一间房间放圣经，会当互人知影，会当读圣经。会当接受主的话，所以教会支持。从迄阵开始的是，所有美国逐个教派教会支持基甸会事工，所以才有今仔日的基甸会。即摆基甸会的国际有201个国家，大家知影联合国有几个国家？193个。阮基甸会有201个，比联合国较济。阮1年送1亿本的圣经，意思讲，咱即摆新条的是，阮会送3本圣经出去啊。台湾的是阮的会员头有3000几个，阮年度送头买50万本。咱长老教会前年的统计有25万人，意思就是讲，
咱长老教会在座每一个人，拢送2本圣经出去。啊，大家拢知影讲，基甸会咱想事工是做安尼，其实我毋是送圣经，我是要找人来信主。啊，要安怎做？代志做的是，就是阮基本的会员，阮遮会员拢是是教会的迄落遮的兄弟，也有专业的兄弟姊妹安尼来的。啊，阮要安怎做？阮去联合事奉，像我今日，阮有一个迄落兄弟，伊去板桥教会长老洪宗主兄弟，阮拢做联合事奉。了的是，阮甲送圣经，所以是阮出来阮那是个人的见证就是阮无掠做迄落福音传福音做见效活圣经的见证比迄落讲得较重要。所以基甸会是就是送圣经，阮无叫其他的，像讲咱哩园游会、咱报道会，阮拢无，阮若送圣经尔。是安怎要送圣经？因为圣经是主的话，阮要抢失去的灵魂，所以阮有的女校有课，有时的学校阮有送，阮即马军队也有送，阮有一个较特别的，像讲迄落台北的灯会，像迄落咱迄落屏东的灯会，我前个月我也去，应该讲即个月也去屏东送圣经，就是阮尽量送圣经。毋嘛安尼尔，阮海外阮也有送，毋是单台湾内底，阮海外也有送。阮海外有送圣经，大家咧想讲，恁的奉献，圣经的奉献的是，阮44%送去国际，56%印圣经。啊，有人会问讲，恁的行政费用安怎？阮的会员，大家拢知影，咱有挂迄落慈善机构，咱的奉献对毋对？还互伊第一个先甲伊的行政费用扣起来，剩的伊甲做其他的，我毋是。恁的奉献，圣经奉献，阮全部印圣经。啊，有人咧想讲奇怪，你徛要送去国际？阮的国际理事去开会时，伊问有一个迄落印度的迄落基甸会会友，因问伊是安怎，伊一个月送100万本，因印度一个月送100万本。啊，阮的国际理事讲，你安怎送？阮台湾一年才拼50万本尔咧，恁一个月就拼100万本。伊讲因为阮无钱，阮一个月哪能送100万本？阮若有钱，阮会晓送愈济。所以台湾的基甸会，阮有一年圣经的奉献44%拢去国际印圣经互因。到目前为止，阮基甸会会友，阮也有家己奉献圣经，阮的1箍银，教会变2箍银，意思就是恁的奉献增加阮所有的圣经的迄落印刷的部分。啊，有人咧想讲，送圣经有效无？其实2000万块拯救一条灵魂。这个故事可能大家拢知影。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到13节，主医治互鬼附身的人，结果2000只猪跳落迄落山来死去，一只猪头1万块，2000只2000万，所以咱主拯救一人的代价2000万，所以有时咱感觉讲送圣经有效无？最后我讲一个见证，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叫赖慧珊，伊去迄落潮州镇的，这个故事，阮这图片，伊问阮甲伊的相摕过来。伊的遭遇都特别的，伊19岁，伊得癌症，得癌症的是
因为信主以及因妈妈讲，你遮尔少年得癌症，赶紧结婚，做伊即阵结婚啊！啊，因为结婚了的时吼，拄啊因厝人儿吼，因先生甲厝钱帮赠因兜的人一笔大钱，所以因厝的生活袂啥稳，嘛安尼尔。伊的囡仔得到妥瑞氏症，这妥瑞氏症的是原因到即马医学也找袂出来。伊感觉奇怪，阮先生我家族内底拢无即个病，啊，啥我囡仔有？所以的是吼，都通伊先生的冤家了的时吼，伊会离开9月2日离开去高雄，3日，吼。3日拢会高雄，拜4、拜5、拜6拢会高雄咧死，啊有敲电话伊拢无来，吼，到迄日拜六暗暝时，吼，伊咧想是安怎伊遭遇到遮尔困难，所以的是伊拄仔看到女小内底有一本圣经，迄本圣经伊感觉想讲应该有读圣经，所以甲显出来，内底有咧讲，迄个恁做妇人人着安尼顺服家己的丈夫，设施有诶无谈道理。吼，虽然无用讲话，也通用妇人人所行的就因来谈。彼得前书第3章第1节，这段经文互伊了解讲，伊的表现好，会当感动因先生。OK， 无偌久，迄阵到12点外，伊甲现其他经文，头20分钟以后，因先生敲电话来要和好，伊迄种感觉是主的稳定，所以伊咧。想讲安尼也去教会，阮寄电话后壁有迄个电话号码安尼，啊，到 email， 结果伊要找教会，伊 email 阮迄个执行长，伊那个 email 阮到阮寄电话，然后迄阵暗时无可能有人伫，拄啊好阮执行长有看到，甲讲过当日，高雄中山教会有一个寄电话会友来讲道 ，OK。叫伊听了的时，阮咧机电会友劝伊讲：好，你通去等于恁屏东，伊也是屏东人，通去等于屏东通伊做伙，吼和好，安尼到尾了，因规家拢信主，因为一本女写圣经，互因规家信主和好，吼，这是真正的迄个见证。这就是因的迄个短信的内底的内容，这拢是真正。大家想讲，我通摕机电话做单代志，足简单的，甲阮带倒。有时阮的失意，像我第一遍，我2当前加入机电话，吼，4大运的时，我上圣经15分钟，过拢无人甲我摕圣经。第一个摕圣经，我即马印象最深，等你福到多。第一课我圣经是学到他讲话是学到多，所以有时阮咧送的是有失字，迄个校门口囡仔过，像我迄个吼拜五南港展览园吼自行车站，大家看拢无过，阮有写失字，阮需要恁的吼把阮带倒，过来奉献，阮的圣经会当加印去支持国内国外的。上重要的，阮也做同工。有个人讲啊，我遮尔年岁遮尔大，大家拢知影，摩西80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80岁。我相信在座人可能吼，足侪人拢是80岁以下，所以毋是年岁悬的，是你的心的问题。最后，咱有一段经文。机电话是教会伸出的手，吼，为了教会吼做代志。阮毋是长老教会，阮是逐个教派内底拢有诶。咱马太福音第9章37节讲，通收成的是多，做工的是少，吼，请逐个为阮机电话祈祷，谢谢。
兄弟姊妹啊，咱即马做伙来用圣诗379首来应答上帝的话。愿我会愈听你，我主基督，请起立。